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车4来看，民进党选书外界嘛风声讲内阁会改组，昨总统蔡英文就邀请党内高层开会，表示讲会伫立法院这会期结束，全面来检讨总统府、行政院甲内阁人事的布局。今仔行政院证实讲，内政部长徐国勇因为个人健康的因素已经提出辞职，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伊会当留落来。徐国勇本地今仔要去立法院备询，也毋过请假。原定初5要出席立法院备询的内政部长徐国勇，突然传出请假无出席，改由政务处长华敬群代表备询。传出徐国勇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辞庭。这涉及到长官去留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下属方便回答的问题。大家知道部长长期都有气喘和脊椎的一些问题。上礼拜5，我看到他确实整个气色、整个状况不是太好。行政院发声明证实，徐国勇因为个人健康因素提出辞庭，也毋过苏贞昌犹原要慰留，希望徐国勇会当继续甲行政团队同齐拍拼。其实，初4总统蔡英文就邀集府院党高层开会，定调伫立法院院会结束了后，会全面检讨府院甲内阁人事布局。政务官来去随缘哈，我想说，每个政务官都会把握当下做好该做的事情哈。以我个人而言，我想在这个工作的每一天呢。都应该是尽心尽力，也跟同仁们来做后续相关事务的一些规划跟推动，配合整个内阁改组的这个作业来办理。政务官本来就是没有任期，而且本来就是要对施政的所有的成果来负责，依照借调的这个启程会来办理。和外界点名是陈时中的败选政权之一的卫福部长徐瑞环，伫内阁改组敢是有异动，也引起关注。自己还会想要留任吗？部长有想要留任吗？过了吗？立法院会期了后，执政党将检讨内阁人事，各部会首长去留甲动向也引起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增加10209例本土病例，有22个人死亡，病例数是比顶礼拜一降3.5%。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无国内健保身份的外国人，明年1月初1开始，若属伫台湾确诊，就要家己负担隔离治疗相关的费用。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10209例哈。那境外移入有35例，死亡个案是22例，个案数跟上星期一相比也下降了3.5%。这22位死亡个案年龄是从50多岁到90多岁，从上周4的记者会之后到今天是有累计3例的儿童重症的个案，都是属于 MIS-C 都已经出院返家。我们上一周不管是境外或者是本土仍然这个变异株是以这个 Omicron 的 BA.5 为主流在境外呢是有检出较多的是这个 BQ.1 有检出3例 ，XBB 有检出1例本土这边有检出的1例 BQ.1 是北部70多岁的女性，没有出国史。那另外我们还有检出2例的 BA.2.75 的个案呢，分别是东部的10多岁青少男跟中部的30多岁男性那目前所有在台湾确诊者的隔离治疗的费用都是不分国籍身份，那都是由政府预算指引，明年的1月1号起，这个非本国籍的人士，那也不具健保身份的人在台确诊，那他在确诊之后的所有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或住院的这些费用，那都会由个案自行负担。中国的防疫是豆豆仔放零，航空公司嘛陆续公布春节的加班机。目前12月份、1月份，上海桃园来回的飞轮机票爱15000外块的人民币，是爱台票7万外块，这是有史以来上贵的计数。台商嘛望讲，小三通会当赶紧重新来开放。
各国国外话都是农历春节，两华航空公司伫最近也公布春节期间航班。大众发现，为12月开始，上海到桃园机票拢起价，一张经济舱来回票都要7万外。有人怨叹，互人当作是潘啊！若是一家4人想要登台湾过年，敢若是机票都要开10班。返乡过节的机票涨得非常的离谱，因为可能航班少，因为航点也少，是否也可以能够让小三通可以起来？因为呢，小三通可以相对的费用降低。像北京、上海、厦门跟成都，那会有个状况是，你就这4个航点在飞的时候，第一个班次少，因为还有一个现象是，台湾飞过去的飞机在大陆会做倾销的动作，规定说台湾飞过去的飞机以后，你还在消毒，要等4个钟头。旅游业者分析，中国虽然开放放零防疫，但过班机落地，旅客离开了后，依然维持高规格清销作业，所以常常延误航班。航班无法度消化，都被取消。地数航班拢无够，对台商发声，希望台湾政府应协调航空公司有较相对合理的票价，交通部承认有困难。因为它航空票价是世界性的，尤其国际的哈，国际的很难，因为你。比如说你把它降了，可是北航公司这个不降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就由他们按照这个量哈来做一些调整了。另外，对春节要到位，面对大量回台国人甲规划出国的旅客，桃园机场是不是容量充足？交通部回应，世界各地地勤伫疫后拢是慢慢恢复，台湾伫疫情期间离职的地勤并无多，算是充足也确实，容量应该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暗8点外，新北市新庄的玉凤宫新民出巡，也毋过事实无成请哦。大约有150个顶头的成员伫路林放炮啊、放烟火，警方阻挡，现场发生冲突。警察是对天顶开12枪喷辣椒水控制场面。对于警察起卡动手的民众，嘛方以妨害公务罪，带登去警察局调查。青少年规定伫大路的放炮啊，佮大声放音乐。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去现场，有成员还佮甲警方起冤家。这个人情绪是真激动，警方甲因扣劝无效了后，连续对空中开12枪，尾啊总算甲场面控制落来。根据警方的调查，新北市新庄玉凤宫，初时暗时8点外，无事先申请，就直接去路林示警。地头的成员差不多有150个人，还佫伫咧新地1路甲福惠路的路口放炮啊。其中有2个查甫人讲袂听，佫起骹动手。警方对空中开枪了后，以现行犯甲因带转去。其他成员伫咧警察甲因喷辣椒水了后，嘛有成功甲因驱离。在状况危急之下，对空鸣枪12枪示警，以压制现场的气焰，随即将近30名快打警力到场支援。姓蔡甲姓郑的查甫人涉嫌对警方起骹动手，妨以妨害公务罪罪嫌逮捕，而且检方后续侦办。强调无申请核准就示警，会以社会特殊医护法来裁罚。因若违规放烟火，会交予消防局来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人找头路，结果防控制行动，中华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哦，看到面册广告去印订头路，结果互诈骗集团拐起来，逼伊办金融卡。银行的员工哦，发现讲这人的银行口座有大笔现金的流通，赶紧去报案。警方嘛伫中华市区抓到2个嫌犯，嘛查到900万的现金。这名警员包围轿车，车顶的3个男性真冷静，实际上因是诈骗集团的成员。有没有皮带啊？没有皮带刀啊？皮带也拿起来。皮带先给他绑掉。哦，要捅我是不是？警员发现其中1个人是诈骗集团的稳将，其他2个人是成员。因那银行内底姓张的男性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顶个月2日，中华警方接到银行的通报，姓张的男性甲另外2个人临柜要办金融卡，银行员发现姓张的男性口座金钱的来去无正常，发现是诈骗集团的人头口座。受到诈骗集团的监控下，要到银行办理提领款，他的账户里面有大量异常的金流出入，非常可疑。
市长南翔向警方表示，顶个月16透过面册找头路，伫新北甲成员接触了后，就互控制行动，手机甲证件拢互没收，佮互表礼办人头考察，互关伫中华旅馆来监视。辗转在几间的民宿跟旅馆受到控制，但尚未受到凌虐或殴打。警方查考嫌犯准备汇去国外900万非法所得，2个集团的成员也互按照诈欺、妨害自由、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名来移送法办。随后除了继续查金钱的来去，含敢有共犯，也会对旅馆来加强清查，避免假做诈骗集团关受害者的据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早起去市政府甲市长郭文德交接。郭文德是列出24项立管的事项，嘛提醒蒋万安，台北市的财政嘛是个真困难，得爱认真做，才法度改善。外界是真关心市政团队的名单，蒋万安是强调讲，会搁这个在找时间来对外公布。伊搁讲，这就亲像煮饭共款，得爱煮较久的才会芳。针对争议不断的大巨蛋，蒋万安嘛讲，伊将临一档内底会互大巨蛋完工启用。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甲台北市长郭文德送的社会主体装书接落来，蒋万安也以音乐会的门票回礼。找5蒋万安团队甲台北市府进行市政交接讨论会，郭文德讲，未来市府会拄到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正能碳排，另外大巨蛋的问题也考验新任市长的智慧。最困难的应该是财政纪律，因为这要很大意志力，因为大家都很想讨好大众，所以很容易用钱就比较松了。那还是要交代哈，第一个欠债是要还的，第二欠债是要缴利息的。为上任就会面对包括跨年晚会、春节，以及明年台湾灯会在台北，各市府相关好的政策，我们一定都会延续，同时也会进行滚动式的检讨。30分钟的关门会议，由现任副市长裴振兴报告24项府级重大交接案件，包括社岛、大巨蛋、社会主体多次更新等等，更较详细的业务交接，会搁再由裴振兴参蒋万安团队的立委林奕华安排。另外，外界也关心蒋万安的内阁名单会伫什么时阵出炉？如果大家有煮饭的经验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一定是饭要煮好。甚至要等久一点，再把锅盖掀开，饭才会香。蒋万安对内阁名单无愿意讲好明，伊也讲希望郭文德会使加做伊未来的市政顾问。过邀请郭文德伫下年活动做阵讲台，郭文德现场针对这2项邀请拢无明确答应。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嘉义县民进党的县长洪忠良。连林心讲选举进前为特别有关乡镇市长的形势，因组成一个泛绿的国家队，望讲推选的人拢会当选调。也毋过民雄太保破主等所在的候选人是拢无选调。洪忠良虽然是赢对手7万外票，也毋过所有1万外张的废票，因讲这有可能是选民用废票来表达不满。县长嘛表示讲，因会认真来检讨改进。嘉义县长洪忠良甲立赢乡镇市长候选人做伙翕的国家队形象广告，宣示要全部当选的决心。负责带头的洪忠良，伫即届选举比国民党的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阁加7万外票，顺利连任。不过废票的比例嘛较悬，全县的投票数是28万外票，无效的票数是11000外票，要加4%。通过选票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我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嘉义县废票的比例比全国平均2.5%，也阁较悬。洪忠良表示，这个现象值得思考，而且国家队的表现嘛无介好，亲像太保、破主，也阁全县上大的立赢票仓民雄甲洪忠良的故乡义德等等的乡镇市长候选人拢总落选。有可能就是说对政治上。有一些比较反感的人会觉得说他不喜欢2个政党，会想要去盖一个章，但是不想要让自己影响到选举结果。学者研判，这是选民对哪力恶斗的不满所做出来决定。不过，洪忠良嘛强调，民众透过选票所表达的心声，因拢会认真看待。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看印尼爪哇岛的塞梅鲁火山爆发，当地发布上紧急的警戒，撤离大约2000个人。另外，伫美国夏威夷的毛纳罗亚火山，伫顶个月底喷发，严重哦，4个拢是佮继续的炭，嘛已经特别炭到当地主要的公路咯。火山火已经大范围食到天顶，天色变甲真暗。爪哇岛东部罗马将关的潘南川村民，全家伙啊，逃命要紧。中国针对爪哇岛东部地区，将警戒为第3级提升到相关第4级，代表火山爆发的危险，是威胁到百姓家园，也撤离将近2000人，佮要求离开火山口8公里的范围。Gelap mas, nggak bisa lihat apa-apa sana mas. Mengungsi kemana pak? Nggak tahu mas. Pokoknya ya lari dari kampung. 印尼爪哇岛上关山海拔3767公尺的塞梅鲁火山爆发，交通部表示航空运输无受影响，不过已经向部分机场发出通知，要求保持警戒。Sampai nanti menunggu dari pos pantau Gunung Semeru. Kalau pos pantau Gunung Semeru menyatakan aman.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火山火庆关15公里，佮警告可能发生海中，不过后来已经排除。塞梅鲁火山顶一摆喷发多是1年前，迄时阵至少50人死亡。美国夏威夷毛纳罗亚火山测试继续喷发，岩浆慢慢流向接近大岛的主要公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报告，离火山边的主要公路马鞍路差不多5.2公里，有可能伫1礼拜内到位。马鞍路是大岛东西向主要公路，目前真歹断定是毋是会影响交通。官员表示，到时阵若无发到过下照道沿海公路，也可能造成往返附近旅游景点大塞车。毛纳罗亚火山隔38年个喷发，请游客来看，不过当局提醒，严重流动变化真紧，爱细致做好应变。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再来看伊朗的头巾示威已经炭烧超过2个月。当初是一个靠德州的查某人，伊无戴头巾，和当地当地警察抓起来，后来摔死亡，引起民众的抗议。伊朗司法部检察总长伫初四表示讲，已经改善当地警察咯，嘛会重新来检讨头巾法。也毋过是有人质疑讲，伊朗政府只是讲一寡好听话，互国际社会听尔。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检察总长蒙塔兹瑞初时表示，道德警察无关司法已经废除编制，同时女性爱戴头巾的法律也需要修改。总统莱西也公开表示，伊朗政府体制甲伊斯兰律法有稳固的宪法基础，不过实施方式应搁寻求调整。好亲像显示政府让步的现象，不过民众质疑这是伊朗当局想要改变国际视听的障眼法。مجدية بەڵام وەک شتێک ناتوانانی دڵی خۆتی پێخۆشکەی چونکە ڕاستە تۆ لەو لایە دروشمی خەڵک ئەوە نییە بڵێن با گەشتی ئەرشادیان ئەوەی کە دەڵێن پۆلیسی ئەخلاق نامێنێت دروشمەکانی خەڵک ڕادیکالن و دیارن کە دەبێت نابێت کۆماری ئیسلامی بمێنێت。今年9月22日考虑做女性艾米尼因为无戴好头巾，互道德警察逮捕，了后离奇死亡。群众发起烧头巾的示威，伊朗高调镇压。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统计，至少400人死亡，几千人被逮捕。美国威胁国家也祭出制裁，互伊朗经济更较害。伊朗为1979年开始就有道德警察制度，监督人民严守伊斯兰律法。2006年开始严格管控女性穿插，出门爱挂头巾，禁止穿底裤、破孔的牛仔裤甲无适合的服装。真侪男性加入这摆示威，选择甲女性徛做伙，不过认为道德警察有存在必要。گشت باشه اما با یک اخلاق و رفتار منش اسلامی منشی که امام زمان پسند باشه。外界质疑，就算废除道德警察，不一定应撼动严格伊斯兰律法，依然无法度保证女性的精神安全。示威团体表示会继续抗争，一直甲政府明确修法来保障女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咱再来看全国高中棒球赛5百期总冠军赛，高宝家乡对普门中学，高宝家乡是以5-0赢球，摕到队史上的第3个冠军咯。今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中信兄弟伫台北游行，大约20万的球迷伫街头的斗闹热咯。过来看带中华盐埔顺德中无摕到世界3梯冠军的挪威选手伊登哦，嘛登去中华写信，做回来看真精彩的体育周报。这应该是张伟哲，是这个球在界内哦，而且一垒手自裁垒包，
完成了刺杀。科普家乡球员长洲场内欢喜庆祝夺500期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冠军。今年第10届500期变定高中提过上届6冠，不过前一战败给普门高中，无缘挑战4连霸。面对头一摆进入冠军战普门，无得惊第一局就先破2。滚地球比较软弱一点，但是还是打穿了防线，因为区前防守的一个情况下，让3垒上的邱兴跑回来得分。这场冠军战，高保不止打球发挥，先发投手黄忠雄前一天先发指导0.2局就退场，这场比赛以投完7局，只被讲出2支安打，佮拼出603进，完全按照普门打线上恩安风，最后高保5-0胜利，赢得队史500期第3冠。黄忠雄也得到上价值的球员。中信兄弟球员教练伫上田巴士顶悬甲球迷热情握手。有线车队伫台北市政府出发，要向南港中信园区。直到有真侪球迷骑车对伫后边，球团高算起70万人参加。从小在台北还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因为乡民大家都很热烈的参与，他那个车队都很长，对，就这蛮爽的。车多人多，所以就会那个心中的感触比较不同。那种对我来讲，那个震撼感跟在台中是一样的。中信兄弟今年就为完成2连霸，伫台中游行了后，初三搁伫台北举行凤凰游行，创造中职史上第1支伫首都凤凰游行的球队。总教练林辉祖也甲球迷呼吁，明年若完成3连霸，各队甲家见面。在平湾体坛3项比赛开始，其中一位选手特别受到关注，来自挪威的选手伊登，这摆用享受比赛心情参加脚踏车棒球接力表演赛，用不到1点钟就登加终点。这是伊登第2摆来台湾，伊因为伫2019年伫彰化保险顺德宫的帽仔，摕到体能3项世锦赛冠军，受到关注。在平湾也不少人来欣赏伊的风采，炸帽仔翕相，甲互伊签名。他们2个就很厉害啊，就是戴这个帽子就会有那种，就是感觉会比较厉害，就是很厉害的选手来朝圣一下。也顶回顺德宫参拜献花，小民众热情欢迎。伊认为这帽仔是伊的幸运笔，互伊会当赢到比赛。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give my thanks to the temple gods because the last few years has been nothing more than amazing, and my wins with a hat is just keep on coming. So I have to give my thanks here today so that the wins will continue to come in the future. 顺德宫阁准备1份大礼，互伊登1万美金训练金加200顶的帽仔，互伊登早登挪威加做连累国民外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传出讲大新金矿苹果准备要并购新光金矿，这2间公司其实伫2002年就意思要合并，也毋过后来是破局。大新金矿是表示讲有任何的消息会公开来发表。金管会主委黄天武是表示讲，目前并无收到相关的申请案。金融款关注的大新金甲新光金合并案传出，大新金已经评估会用非合议方式并购新光金。大新金对此无表示评论，强调任何并购信息拢是以公开当事为主。金管会目前并无收到大新金的送件，若收到申请案会依照资本的结构健全、资金来源充足这原则做审查。合并是一个非常高度敏感的议题，尤其对这个资本市场，所以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申请案，所以我想其他也不方便评论。另外，金管会关注的一个插棒团藏伫 ATM 后边的问题，插棒团透过 ATM 欠现金交利息来闪避金流差值。金管会发函予银行公会，将监控 ATM 影像纳入防范机制内底。不过，银行权反映 ATM 全台有超过3万台，而且 ATM 交钱方式真多，监控顶悬有一定的难度。他把这样的意见反映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回复他们说，还是请他们以风险为本呐。那有提示说有几个重点，可以请他们再看看说，是不是可以列到那些异常的特征来供银行参考。虽然在检查上发现这样的一个可能要注意的事项，可是如果要银行从 ATM 的监控上去
去处理，还是要注意执行的可行性了。那插班团是透过其他银行 ATM 做分户到利息，银行这边根本无法度查到，所以这项措施是不是会当上路？黄天武表示，金管会尊重银行工会意见，由银行家己去评估，什么方式会当做个人兼顾风险，对上路时间表无正面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本地要伫今年5月份实施的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因为疫情甲景气阁还未恢复，会延到明年的上半年实施。也毋过有部分医界人士是对一再延期真不满哦。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今仔早起伫立法院的公听会就表示讲，瑞阁会伫立法院这会期结束改组，新的政策当时实施，交予新的瑞阁来宣布。为落实医疗分级，避免民众小病就冲去大病院。原本今年5月14日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甲经济考虑，会延到明年顶半年实施。不过，医界甲民间团体对上路的时程有无同款的看法。部分负担新制的精神是多用多付，少用少付。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步伐，但是呢，也不要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应该是尽快的能够上路。尤其是多重慢性病的病人，那他们的增加在这样的一个新制假设上路的话，他们的医疗费用甚至可能会增加高达6倍。卫福部表示，部分负担新制是健保改革的重要一步，比如问基金部分负担调整范围，包含药品检验检查甲基金部分负担等。每一项影响700多万到900多万人，一年用益助健保差不多99亿，用养成民众使用者付费珍惜医疗资源的就医习惯。不过，卫福部长施瑞元这个拜二伫立法院提出正函大表示，内阁特别改组新政策什么时阵上路，会由新内阁来宣布。你在改组之前的话，仓促去做这种上路的时间，似乎对那个不太尊重。施瑞元强调，立法院这个会期结束，内阁特别进行改组。目前应确定的是12月底进前未宣布新制上路。另外，是不是得到留任，伊是无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寒人较少热哦，所以养殖的乌鱼卵较细片，一季档嘛饲较少，所以今年乌鱼子的产量大概是减少一半，价格平均起超过2成。今年饲料的一斤哦，大约得按2500块。养殖乌鱼出卵后，乌鱼子产来外洋立下顶加减少。不过今年受到气候暖冬影响，真侪养殖乌鱼的业者表示，这几年来乌鱼养殖面积减少，加上今年天气无够冷，乌鱼子整体产量减少将近一半。主要是天气不够冷乌鱼子起来养殖的乌鱼子都基本上都偏小。本来是预计都，比如说1万条要采收5000斤的乌鱼子，今年差不多1万条，差不多3000斤而已。业者表示，再过1个月就是旧历过年，乌鱼子定备买来送礼。虽然今年养殖乌鱼子品质袂歹，重量少，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价格平均起价幅度超过2成。今年开会嘛，找各地业者讨论，希望会当压价计少。以去年来讲，差不多一斤差不多市场价差不多2000左右。但是你基本上今年的话，以市量来讲，差不多有到2500、2400。该起来可能会比去年一斤坑，应该爱干那成本就可能爱贵头200块。看会当安尼，大家搁讨论讲，搁甲介绍安尼，搁小化甲做一下调整安尼，互较亲民的安尼，这是我上希望的。今年开会表示，近期养殖乌鱼受到人间饲料项目价起价等因素，这成本压力对养殖户真大负担，因此今年乌鱼子价格一定会起价。各业者嘛讲，往年定起来送礼大乌鱼子，今年数量会较少。现在市场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已经在想买。记者有年报道。来看中科2期的开发案，今仔早起伫环保署进行环评审查，有环保团体是用白纸白字抗议，因批评讲，这个开发案根本是为着台积电要起新制停的工厂设计，会造成环境愈来愈恶化，环评拢是假哦。也毋过环保署是强调讲，环评的过程公开透明，会当接受监督。
一张白纸顶悬写一字假，伫涂骹打出平一字。考试中科立基扩建开发案是乌箱作业，几个环保团体选伫再次环评初审会议进前，来到环保署的门口来抗议。台中、中科、台积电3个厂合起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是台中第3温室气体的排碳肮脏大户。环保团体不满地方选举过后，中科扩建案就赶紧召开第3次初审会议，强行的无顾民意，强行闯关。伊嘛指控中科立基扩建违背反空污、抗暖化、爱健康的中部在地民意，呼吁政府伫环评法修法进前，用听证会模式避免争议。环评审查，我讲我们有个特色叫做直播，所以我们的资讯都是完全公开，而且这个环评会议完之后，所有的录影的资料都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上面。环团嘛烦恼环评说明书作假，不过环保署是强调厂商都有法律上的责任。中科管理局嘛伫会议表示会遵守2050100%使用再生能源的承诺等等，而且会带动4000多的就业机会。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投入200万的预算推动组织循环杯仔的系统哦，也毋过有超商统计，只有1成民众愿意使用，无啥效果。环保团体是建议讲，爱增加会当借着循环杯仔的地点，上好是无免洗杯仔通使用，民众就会接受循环杯仔咯。今日超商来一杯咖啡，根据环保署推估，台湾每年免洗杯仔消耗量40亿杯。不过针对超商推循环杯造就，真侪人烦恼清洁问题接受度不是真高。不实用，对，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对呀、还是会担心，就对。怎么说？因为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消毒？就是还是会有那种卫生问题啊。对啊，因为你也不晓得店家是不是真的有帮你做好消毒清洁这样。对，所以还是会偏向自己准备杯子，不然就是那种还是会买那种一次性的。桃园去年成立都市法通过桃园市发展集团绿色城市自治条例修正案，市府今年循环杯预算到200万，不过根据超商统计，只有差不多1成人愿意使用，互人批评成效无好。那今年也扩大办理，有新增的中立区的6个商圈的饮料店业者，共计有40家的一个业者。那我们的使用人数也破万人数了。在密集的商圈、密集的夜市，他就不会觉得麻烦。我逛好夜市，刚好把饮料喝完就还。就是说，你在一些可行的地方，你就不要让民众有选择使用免洗杯的一个选项。看守台湾建议循环杯使用爱扩大密集点，甲唔通有免洗杯仔选项，这样有效推广。环保局也表示，目前增加绿色相关推广，40间店头响应，也请专业厂商清洗，进行完整的清洗作业流程。循环杯使用概念，甲伫小食店用唔是一次性餐盘的概念是同款。最后是希望民众以源头养成家己早杯仔消费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老大人哦，使用健保卡坐客停车，1个月开始就有补助。也毋过，大约有2/3的客停车司机是表示讲，装这种路卡机器无补助，因无想要加开这条钱。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会来做辅导。南投县敬老卡12月开始会当坐计程车，中部每一段车钱上济补助85块，一天上济4段。不过新政策是44天，一寡民众是讲，这个福利根本用袂着，因为大部分计程车司机无愿意装这台路卡机，敬老卡无法度使用。我无想要装，啥呐？因为业主费还要再抽2.5%还是3%的手续费啊？哈，无人。你要先拿5000块出去的押金，然后每个月要500块租金，对，然后你来服务这些人。刚开始政府又没有什么补助，什么都没有，你叫人家司机去多花这笔钱干嘛？
计程车司机反映，全机爱租金甲押金，政府无补助，所以无啥兴趣。不过南投县政府是讲，目前县内拢总288台计程车，差不多100台有全机，主要是因为提敬老价叫计程车牵涉到预约派车加请款的问题，计程车爱先加入车队，按过车队的条件爱150台车。目前要研究调降车队的台数，辅导在地计程车业者成立类车队，才当有效提高全机率。我们目前在辅导成立列车队，那一般规定你要成立车队就是要有150辆，那列车队我们县政府就是说放低标准就是可以50辆以上就可以成立列车队。计程车不方便啊，它排班的很少啊，我这边看。不过，嘛有民众认为计程车数量不够，坐客运才是出外头一个选择。敬老卡坐计程车早拄在推广，各方的意见也未统一，也有待整合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环保局今仔考临时的清洁人员体能的测验，就爱跟15公斤的米来回走，唔是遐尼简单。也毋过今年有3000多人报名考试，因为薪水1个月，佮加上奖金，就有3万多块，冇机会变在野，薪水就会超过4万块哦。录取率是只有1成，所以是非常的竞争。庆声响起，这考生跟15公斤的米袋来回走，希望争取公家头路。台南市环保局测试开始1连2天就考清洁临时人员，近3000多人报考，其中研究所以上学历都45人。今年整个报考的状况大概有3000多人，那当然扣除掉一些资格不符的实际应考是2717人。那录取率的话，大概在10%左右。环保局表示，清洁队工作有爱扫涂骹、清水沟啊、环境卫生等，拢需要体力。光米袋竞速测验是上公平的方式。今年招考上大特色是男女分开体能测验，因为清洁临时人员每个月薪水2万5，清洁奖金8000块，还有机会升正式的队员，一个月收入会超过4万。所以每年招考人拢真多。今年上少年考生是18岁，年岁上大是63岁。工作待遇好啊，所以还是来拼看看。对啊，拼看看，可是发觉到体能上还是输年轻人输很多。薪水稳定，对可以让家里面一个好的照顾。环保局强调，这摆要找300人是属于独备性质，有过退休离职欠人拟定的录取人员会依照环保局实际执法，甲录取成绩名次，依照顺序分发进项。在体能测验结束了的2个工作日之内，在环保局网站公布录取候选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时代留落来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园区有保留15号水淹的火车头，车库是用檜榔起的嘛已经是历史建筑了。园区最近进行整理修复，设一个灵体馆将开幕了，咱做回来看卖。15号蒸汽火车头展示伫罗东林体馆内，这座展馆日本时期是检车库，是林体火车修车维护的重要空间。虽然经过风台霜冻来重建，也过有原保留以早原属檜榔气兴建支撑基地坡下厝顶甲检车坑红灯都是历史建筑。这个地方记录了我们当时林业的这个一路走来当时的一个足迹。林体馆导览员介绍这座检车库的历史，伊讲，馆内展示的15号蒸汽火车头是林流过23台火车头中保存上完善的一台，只差一个顶路就会当重新运作。伫南用印象乐团学火车的拼仔声甲火车行进声的演奏，林体馆初5开幕，开放民众参观。罗东林管处透过检查库的历史调查研究甲文书资料考究背景，恢复检查库原始工程，以太平山森林铁路为主题的布展计划。我们并不是为了修复而修复，我们其实有先进行相关的一个文史调研，调研之后透过考究它的建筑形式，我们会尽量来做保留。罗东林管处讲，希望民众到林体馆参观，会当更加深化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认识，也对罗东森林铁路的历史更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剧场的手艺翻译伫后尾已经发展30多档了。最近台湾就有艺文团体邀请美国的手艺翻译员来台湾教剧场翻译，帮讲会当训练在地人才，帮助听众人士买当去剧场看戏，享受表演。
大唱玫瑰外戏推出剧场试行团结计划，计划顾问是特别为美国邀请专家开分，伊不只是手机翻译员，也是美国表演艺术首席机构总监。25年前，伊开始投入剧场翻译的工作，因为发现听无人看表演障碍真多。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聋人不能得到任何协助，没有手语翻译。也没有即时字幕，这等于是聋人去看表演，只能冷眼旁观，不知所谓。美国新兴障碍者法规定，剧场是属于第三级别场合，只要提供有效的沟通对象，也就是讲，无强制提供手机翻译或者是及时听打、演学剧本者的文字资料。不过凯文认为，这对听无人帮助有限，所以伊想出用手机呈现不只是文字，还佫藏伫语言内底语气、节奏加情绪，互翻译佫较立体而且接近。我不知道演员想什么，也不可能一直问他。我必须要先解析、研读剧本，也要跟我的翻译团队讨论，就像是要跟我的翻译搭档一起研究，看他对这个表演的理解，互相讨论，也会跟聋人演员一起探讨。每一摆表演进前，凯文拢会用真侪时间来练习，甚至找听无演员确认是毋是看慢翻译内容。不过伊也讲，剧场翻译毋是用真罕过肢体动作，要伫表现甲文字传达之间找到平衡点。我的工作不是演员，而是作为传达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不能面无表情，而是必须要有动作，也要有表情。聋人看到我的翻译，要和舞台表演一致，也就是我还是会加入一点表演动作，随着演出律动。但如果我肢体动作很夸张，而台上表演却很平静时，我的传译就不贴切。希望演读是共用剧场，凯文甲朋友伫12年前成立公司，提供美国剧场音乐会手机翻译服务，一年差不多150个场次。伊阁捌去过印度、香港、南非等所在宣传剧场手机翻译，希望台湾应推动这个服务，互听无的人艺文平权会更较进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一间创新的艺术公司哦，因利用虚拟的电影屏推出一间耶诞厝，要互民众来到这感受耶诞节的气氛。光辉杂志领啊，甲各种耶诞节状态，或者数百平大小原本正平凡的空间，加做耶诞节庆的欢乐场所，大人看甲目睭袂亮灯，囡仔也算甲真欢喜。设计这种结合艺术甲科技表现手法的公司，2017年6月伫美国华府创立，叫做艺术科技屋。为创立纪年开始，因就走遍美国各大都市，利用现有的空间结合创意来表现无同款主题所在。艺术科技屋就伫纽约推出，这个用耶诞节庆气氛为主题展览。It's to ignite that holiday spirit, you know, the hope, the faith, the bright future. You know, I think that's the message. That's wha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is that we want to share from our house to everybody's houses. So the people that walk away from here, they can walk away with this warm and feeling that is, you know, life is beautiful. 不只是成功效果，艺术科技屋也伫去年用过这种类型的方式，展出画家梵高的作品，要互观众感觉家己行入梵高的画作当中，虽然引起无同款的反应，不过也是互观众留真深的印象。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明年是迪士尼公司成立100周年，最近伊嘛推出迪士尼上有代表性的红仔米奇 （Mickey Mouse） 的纪录片哦，来了解陪全球观众大汉的 Mickey 伊成长的过程，咱做伙来看卖。3 simple circles, a quarter and 2 dimes.
probably the most universal symbol ever created by man. 迪士尼经典的动画角色米奇要重回荧幕，这边要看伊甲人类的100年大冒险。等到米奇出世的第一现场，迪士尼用上新的纪录片《米奇传奇诞生》来庆祝100周年，请金钟导演拍创作米奇的幕后故事。I always had questions about Mickey, and so when this film came up, it had always been on my short list of, kind of pop items that I was curious about. Mickey Mouse to me is light. There's like a lot of dark in the world, and he's hope. 米奇陪全世界观众大汉，自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伊见证历史，行过经济大萧条，也看过社会繁荣，和人类心中的物质会当解脱。It made me realize why, he had all this power was that he was really a film star and he was still around today. He gets so big that he becomes this reflection of who we are.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with this little mouse? 未到1世纪以来，无共版本的米奇用同样的面貌带来欢乐，是人类上大的精神依靠。He's still here. 公司新闻neu言编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